台南有超过12000公顷的鱼啊养殖面积，出产多项优质美味的海鲜产品，产值将近200亿，而且唔那是量大，品质更是优良。台南的鱼啊产品伫长期进前会进行药物残留测验，民众食安有保障。台南市这个所谓的养殖业非常发达哈，养殖面积它有12000公顷，养殖的鱼种很多哈，包括所谓的虱目鱼、台湾鲷、白虾、文蛤、牡蛎等等啦哈。所以原则上，安市第一个产值也很高哈，一年我们的渔产品的产值将近200亿啦哈。所以说水产品非常的丰富，产品的品质也非常的好。尤其这个虱目的部分哈，安市原则上纯海水养殖。千平啊，跟高雄的米头大部分都是青豆所以说有一点是区隔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的水产品的品质非常的好。另外，我们市政府每年有针对这个水产品未上市前会去抽验有没有那个所谓的药物残留原则上这几年来都是100%的合格啦所以说在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安全的部分是非常的好。为何鱼啊资源会当生生不息，达到有效利用目标？2025台南鲜鱼产业文化节活动特别办理鱼仔放流，希望借此恢复海洋资源。同时，还有规划海港净化、渔村结业、海鲜料理、趣味竞赛等多项活动。我们借由这次的活动呢，除了推广我们的水产品之外，我们也结合了渔港的一些活动。那除了进港，还有一些让民众去了解将军渔港的历史跟美景。那这个活动，我们这次还配合了那个台南市卫生局去做了帮渔民一些健检，那有口腔癌跟那个大肠癌的一些筛检，还有我们奇美跟成大医生会来驻点检查。那最主要是我们这一次活动有包含了一些食鱼教育的内容在里面，所以希望大家能来参加我们这个精心举办的活动。9月27日，伫将军渔港登场2025台南鲜鱼产业文化节，现场好买又阁好耍，适合全家大小做伙来。另外，主办单位为了行销台南的美味海产，这道市价大约6000块的海鲜料理，现在只要4200块就当享用到。欢迎拨卡渔会订购专线06-723-5483来预定。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